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停通的时间了哟。我是永勋，今日要教大家是保健运动，请放起来同先生来做运动哦。今天先生要教大家是跑大运动，今天请打开你的脚，来同先生来做暖身，放松你的身体，放松你的手。左右摆动的臀部，左右放松，手交叉，低后背前面，前交叉，臀后交叉。个七条放松，再过来甩手。前交叉，后交叉，好，放松的身体，更加先生来讲穴道，来后背，安尼降紧后背，好，降紧后背，等到大椎，安大椎呢可以。平常时像有身体的感冒啦，还有感冒发烧，可以做搓大椎，可以用个手掌来搓大椎。好，你的肩膀同你的颈椎搓大椎。好了，弯片，我刚刚。搓的时间会慢慢变热，再弯片，我们可以慢慢的搓大椎，好弯片。如果卢卡有薄荷油啊，还有精油嘛，可以好腿踩你的大椎后腿搓。会因出感冒啊、发烧啊，都可以来搓下大椎。好，再来拍你的肩膀，你的杆条一片，好，消除你的背痛、腰，还有肩颈酸痛。可以可以再扑下皮，扑上面一些，动的翻翅骨，你肩胛骨也偏凉快。用扑打的方式呢，可以改善你的血液循环，加速你的血液循环。嘛可以用呢手掌下放来变拳头，好再来，来做下八髎穴，八髎穴可以腰骨在下面，好，它主宰呢生殖系统。像个腰骨或酸软痛咧，嘛可来用咧来扑你下半背，你腰的下背，可以。可以嘅尾椎骨后背、腰部后背。
啊嘛可以一只手碰我的肩颈，一只手用我的手背碰我的八髎穴，做搞茶。好，再来来改善你的肺部功能。好，有一个穴道，还记得上次老师有讲，好，你的锁骨隔壁很多云门穴，好，锁骨下背，更加云门穴下背很多中府穴，好，因为利用的穴道主宰你的肺部、肺脏哦，哈，像支气管炎呐，好，要出血啊，你嘅血条感冒安顺呢，就可以扑一片。阿妈可以用你的手掌、手心，还有你的拳头。好，再来介绍一个什么同时来中国重要的，好，很多关元穴。关元穴呢，同嘅另外咧很多气海穴，因呢方向同因呢位嘅中国上筋，好，喺肚脐下面，好，我下半部、下腹部，肚脐下面两指，因为可能是瞄到我嘅肚脐嘅下面两指，好，用我嘅气海穴啊，四指，好，我肚脐下边四指。很多关元穴，要用的穴道呢，哈，如可也系下腹部主宰，什么主宰也也气血啊，谁来藏经之处啊，从月经好不顺的啦，还有呢泌尿道啦，还有个生殖器官好一片都可以加强，哎，所以俺们等下用个水来泡，强按强泡，你下腹部。好，放松，甩手，同个身体放松。好，搞茶。上啊，可能先头到身上，搞嘛嘅，等下来呼吸嘞哦。好，来踢嘞，搓大椎，还记得停来吗？赶紧同赶跳一片，搓大椎，好，预防感冒啊，跳哪痛啊，会出嘅，好，你出嘅都可以搓大椎。完片，好，拍肩颈，臀的八髎穴，一前一后，好，后背可以用你的手背去拍你的腰的下面。再来中府穴，
改善嘅肺部嘅功能。好，这里咧还记得冇？关元穴喺肚脐下面下腹部，伊咧係气海，气海下面咧关元，好，来做片右片嚟扑噶。来收拾，做缓和，打開嚟腳，吸氣，調氣。頭頭嘅動作學會冇？接下來屯先生來學新嘅動作個。更加教大家嘅動作係預防嘅關節退化，還有嘅痛風啊，還有嘅小腿會麻痹、會丟筋嘅人，學可以做到改善嘅運動哦。好，後一來屯先生來做暖身哦，像兩隻腳打開來，身體放鬆，好來做嘅前後交叉動作，讓個左右搖擺來放鬆。好，個腳趾頭放鬆，來甩動個手。來做嘅腳趾頭，來運動，來撈起來，一、二、三、七，彎片，好，伸出骨兩下，伸出骨兩下。好，放鬆，放鬆。前面交叉，後背交叉。好，更加來介紹，安尼七條嘅咧穴道，好，安尼腳趾頭提呀。好，外側臀內側，睇內側。很多陰陵泉穴，外側腦背安尼腳，腦背腳趾頭腦背，很多陽陵泉穴，好，安尼可以用安尼嘅手，好，一隻手，好來撲嘅陽陵泉穴。好，彎片，一隻手，好，用嘅嘢位，好，彎片，先撲腦背，評論先生同下來撲咯。好，更加用一隻手，好，
牙膏，好来做交叉，更加泡你脚趾头的内侧，内侧阴陵泉穴。好，更加弯做薯片，好来碰诶右脚阴陵泉穴。好，更加用我的2只手来泡阳陵泉穴同阴陵泉穴。好，牙膏的时间泡下去，来泡。好来，左右来。好，来放松，甩动你的双手，整个身体放松。前面搞茶，后背搞茶。来呼吸一下哦，头都先上讲的脚趾头的穴道。好，阴陵泉穴，好，睇你的底部，所以俺们可以用一片，好，泡，怎么？开始泡。好，弯片。做牙膏的脚呢，也可以训练你的大腿内侧肌、外侧肌的训练。加油哦！好，更加了阳陵泉穴，睇 no boy， 好，腳嘅 no boy。好，來彎片，彎牙扎數。好，利用这手来捧呢，正面臀、反面，好，来阴陵泉穴臀的阳陵泉穴。放松，尽量嘅腳趾頭放鬆。
让它有弹性的。甩手前后搞茶。好，更加臀的脚踝，好，用你的手哈来搓热。平常时哦，可以搓热它，让它的这边的血液呢可以更加循环。好，来弯片，手蹲嘛可以做。好，如果可以手蹲啊、看电视啊，就可以来搓热。好，让你的大腿、臀小腿肚来做一个绑唇。哎呀，脚趾头诶，伸出来，弯片。甲平顺的身体，安尼平顺左右摇摆，体育卡嘛可以安尼做，除了可以消耗热量啊、减肥，嘛可以打通的任督二脉、血液循环的加速哦哈。好，可是哦，来做手势咯，嘻嘻，跳嘻。今日动作好歹吗？明日要记得同先生来做运动哦。停通，按下哈次，拿来了。